这个台南客家的顶洲社区西瓜长咧采收，讲产量真高哦。客家分局特别召开着护瓜誓师大会，加强巡逻，要确保着农民财产的安全。农民是真感谢。台南客家西瓜会伫咧4月底到采收期，因为今年气候影响，和产量变真少，加上西瓜价销来到1斤15块，有农民烦恼会有贼仔来偷办。警察客家分局为了协助农民保护这西瓜，今年伫咧4个出入口拢有增加巡逻箱。蔡分局长今年特别重视我们的护瓜专案勤务，就是保护农民辛苦所种的西瓜。有农民家己用摄影机来保护西瓜。同时成立通报小组，互警察会当紧收到资讯，对警察带领斗3工，农民拢真感恩。那管斗巡逻啦，无论日时还是暝时伊拢咧甲阮巡。一摆警察嘛斗打科技运用，用监视器和空气机的设备，有民众和警察的合作，大大减少农民的损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